觉得做田调的时期很动人。这敢是你阿母？形式上要穿插，然后决定哪一个时代要在这里节点，然后怎么节点，然后这些节点要去回馈1987年那一条线。我觉得这个是最难抉择的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读了很多的档案，不管是口述历史啊，或者是就是当时的那些真的是档案，吸收我们读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把它化为很简单的人物的故事，然后回到最单纯的感情的部分。每个时代的跨要它要很精准，但是它要同时要很简单的讲，其实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。觉得听他们本人分享那个时代的事，在当下听他们讲话的时候，意识到那个的真实。在据理力争之后那种歇斯底里完，现在的情绪可能是一个相对，其实已经有点冷静下来了，好像要接受这样的事情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读文章或读档案，它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可是他们是经过了40年的人，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那个生命的重量。甲咱的囡仔买一寡衫，买一寡鞋，对无？啊，咱就会使换较好的所在住。最动人的都是像写月娥、阿嘎、钟鸣这样子的角色，像你我身边的朋友们，我觉得那些人的故事其实是动人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就活着就是不太容易，只求可以活下去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写这部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秋雪明明是有理想的人，可是他甘愿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朴素的人。俊贤辗转流亡了很多地方，然后到了韩国，然后成为一个那样子的父亲。他这40几年来是过了什么？在过去的历史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人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讲这些人的故事，我就会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这个剧本的结构方式，怎么去承载，怎么去把那个重量谈论出来，但观众又能在这个重量里面，获得一个力量，而不是以往只有控诉，以往只有指责，以往只有抒发你的愤怒。我觉得这个剧走的比较不是那个部分是这样。